在《雪中悍刀行》的结尾中，18位宗师齐聚聚北城，对战北莽40万大军。那一战，徐凤年可谓是将北莽杀服了。也是在那一战之后，徐凤年完全有实力取代黎阳皇帝，成为新一任的天下之主。那么，为何他最后却选择了归隐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徐凤年不反黎阳的5点原因。第5个，继承徐骁和李义山的遗志。其实北凉不反黎阳，在徐骁那会儿就已经确立了下来。当年吴素遭遇的白衣案，徐骁更是强压下了心中的怒火。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让天下再起纷争，看到无数的百姓再因为战火而死。李义山作为徐凤年的师傅之一，教授了徐凤年诸多的兵法精要，同样也教给了他如何去进行守护。北凉将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三足鼎立和天下太平的局面，不能因为一己私心而破坏掉。这一点徐凤年从小就知道，他一直装作一个纨绔子弟，其实就是让黎阳王朝那边看到自己没有接任北凉王的意思，从而对于北凉放松警惕。只不过后来徐凤年也发现一直装疯卖傻，根本没办法躲过那些老狗们的眼睛。所以为了保护自己身边的人，徐凤年才走上了武道之路。当然，老黄的死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。如果老黄不死，徐凤年之后怕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走上武道之路。因为一直逃避本就不是个好办法。只有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后，徐凤年才有能力去保护更多的人。但这也仅仅是保护而已。徐凤年也从未打算过主动出击。就算结局只要赵柱不主动惹事儿的话，他也不会去管人世间的那些杂事。徐凤年本性就是个喜欢逍遥自在的人，而不是被那皇权处处限制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大结局中，徐凤年完全有实力成为天下之主，为何最后却选择了归隐呢？第4个，能够提高北凉文人地位。在北凉被徐骁建立起来后，北凉人就一直被称为蛮子，因为徐骁是大字不识一个只靠着武力将天下打下来的。即便是成为北凉王后，整个北凉也是以习武之风盛行，并不受读书人的喜爱，一直被外面的人称作为北凉蛮子。而徐骁为了解决这个情况，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王初东这个妻子。王家本就是一代世家，入驻北凉之后会给北凉带去很多的读书人，但有了读书人，他们的地位却并不是很高，很难在黎阳那边担任要职。当然，徐凤年反了黎阳成为皇帝后，是可以有效解决这个现象，但他们北凉是永远无法摘掉蛮子的帽子了吧？第3个，只有解散北凉，才能够给下属更好的发展。这一点，徐凤年也是为那些下属们考虑吧。如果北凉一直存在的话，他手下的那些人顶多也就是做个小将军罢了，被派到北凉的一个城中去驻守。而北凉解散之后，这些人才能够进入黎阳之中，得到黎阳的封赏。在徐凤年归隐之后，北凉的不少人才在黎阳中都得到了重用，这是徐凤年本人所做不到的。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子，如果真的反了黎阳，拿了天下，如何处理自己手下的那些人，同样是徐凤年头疼的问题。所以与其一直守在已经和平的北凉中，不如将他们放走，让他们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荣华富贵。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徐凤年一样，在解决完天下大事之后，只想寻求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不被人打扰。更多的人还是为了名利而活吧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大结局中，徐凤年完全有实力成为天下之主，为何最后却选择了归隐呢？第2个，为了天下太平。其实说到底，徐凤年不反黎阳的最大原因，还是不想看到天下继续燃起战火。这一点，尤其是在遇到小地瓜之后，看到了小地瓜那脏兮兮的样子后，更为强烈了。如果天下能够一直太平下去，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流离失所，而自己的女儿小地瓜也不会跟红薯分开，自然他也不会苦苦的在外寻找女儿许久。天下太平一直都是徐骁的愿望，同样也是吴素、李义山等人的愿望。徐凤年的身上肩负着太多人的期待了，只要他能够守护住天下的太平，那无论是北莽还是黎阳，徐凤年都可以任由他们去发展。至少在他有生之年，战火是不会燃起来的。第1个，徐凤年本身的性格使然。其实徐凤年这个人物在刻画的时候，就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，甚至他的那些前世也是如此。虽然徐凤年有一个秦皇转世，并且也拥有了秦皇的记忆，不过秦皇即便是千古一帝，却依旧是让秦朝只活了3代，这也足以看出秦皇同样不是一个当天下之主的人。而在雪中的设定中，他为了妃子湖而烽火戏诸侯，属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皇帝。至于徐凤年其他的几个前世，也都不是皇帝，加上徐凤年这一世中性格更为跳脱，除了把妹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重要的事儿了。并且徐凤年所需要的是更为自由的把妹时间，而不是整日面对枯燥的3宫6院，这也就不太符合他
他作为浪子的标准了。徐凤年可以为了保护的人去习武，也可以为了守护天下而面对40万大军，但绝不会去坐上那个皇位。当然也有过一次呀，那就是在敦煌城中跟红薯一起坐的，那也算是徐凤年的人生中唯一一次坐上皇位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，最好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